各位旅客，关山，你来到了。各位旅客，关山，回到诶，马萨高湾。咱即摆来到的所在就是关山的新站，吼，言下之意，咱还有一个旧站。啊，新站是2005年，咱改善了后，就是东山第一个改修好的车头，吼，所以你看到的其实看起来新新啦，毋过到今嘛有20年左右啊，吼，安尼旧站就比佫较久。旧站伊成立咧营运是1919年，本来叫做李人爷，李人就是迄个阿美族因讲红糖的意思，红糖是生这偌个模样内底，所以咱关山以早是介加阿兰头足多，内底介侪糖，一直到1937年，才变成关山站。咱即摆看到的这栋建筑物是咱古早吼关山站站长伫遮服务的时阵的宿舍，吼，盖完整甲复原转来了后，搁采伫遮，互大家来参观。吼，啊，站长的宿舍上基本的爱有60平，像遮物件日本的特色拢总存在，而且搁看伊这拢有用悬有无？啊，若真正要论真来讲吼，关山的日本建筑算足捌的。关山车头落车了吼，一定爱行入来吼，就是一间中药房。以早较老辈拢知影吼，咱有寄药包迄个罐是啦吼，内底有一项介好的药啊，叫做5分子。啊，5分子就是咱这间福生堂吼，这间中药店研究发展出来。迄个民国35年就有开这间店嘛，啊，迄当阵拢嘛做迄个阿美塔嘛啦。金柑仔糖仔啊吼，后来啊咱家人学做芳啊，家人学做芳，转来了后，就逐工做5点起来做到下晡12点，所有的料拢阮家己用啦。苦力木就照古早日本时代，爱芳吼拢照古早师傅教，啊，就有3个师傅教，拢总结合起来较好的，后来安尼合咧做的啦。啊，因就讲坐火车，讲专工坐火车来买芳，我倒去台北。阮查某囝就讲，你有这么爱吃吗？啊，就讲我有名，我嘛毋知。啊，就戆啊做啊。民国20几年遐，台大的教授为日本甲因的米炸来台北竹子湖试种成功了，推广甲全台湾。所以大个所在拢去试，迄个拢会使种会出来，日本人要食的这款，咱叫蓬莱米啊，伊就试规台湾嘛。所以这个所在嘛是伊试验的一个所在。所以这坊间讲有人叫皇帝米还是玉皇米，这拢是以早讲这个所在试成功的米送转去予日本天皇食。当阮发现到，咱关山米、地上米为什么好食的原因了，我发现到咱台湾人足奇怪，逐工食的米，伊毋知影当时会使挂丢啊呢，食一世人的饭粗糠、米糠到即马傻分不清楚啊。所以我希望讲，重新让大家来认识你食的饭是安怎来。这是阮美国学校的餐厅这个餐厅毋是咧卖办道的那阮这个餐厅呢是咧卖这个古早时的大碗公饭以早古早时产生农夫要去田里做事咱无迄个木盒便当、铁盒便当、纸壳便当的时阵咱就是用这个碗公底菜底饭，赶咧去远远的去互遮的爸爸啦、阿公啦，因咧田里食饭。以早阮送便当就是用碗公底咧去，所以足侪人讲这是挂丢仔饭其实挂丢仔饭较澎湃啦，这是咱古早时的便当的概念的对啦关山虽然是全国上细一个镇，毋过伊开放的时阵嘛有3万多人，大家来到这个小镇来看阮安怎伫这个所在生活。若总共会使，上好是家己来体验、来体会，绝对无互你浪费时间。